亞儀係一個典型嘅港女，30出頭，樣貌唔差，保養得宜，平時最愛係同姊妹研究點樣釣金龜。她有句人生格言：有錢佬唔係用來愛，係用來詐。靠住交友 App， 亞儀已經同唔少潛力股約會過，但次次都係雷聲大雨點小，搞亂晒佢啲人生規劃。今次她終於 match 咗個叫佐治嘅靚仔 ，profile 話自己係富二代，平時住半山，仲有張同法拉利合照。亞儀即刻心動，覺得今次可能真係中咗頭獎。約會當晚，亞儀同佐治約咗喺中環一間高級餐廳食飯。為咗萬無一失，她特登早咗半粒鐘到，匿喺對面街一間咖啡入面，隔住玻璃窺探。果然7點正，一架紅色法拉利跑車轟轟轟咁駛到餐廳門口，亞儀眼都直咗，車身閃到盲，車牌係 GJ888。佐治一落車，黑色西裝筆挺，個樣同 profile 上一模一樣，仲有啲貴氣。亞儀心諗，今次真係金光閃閃嘅金龜。不過佢有啲怪，關車門嗰陣，車牌突然啪一聲甩咗落地，佐治好似唔覺咁，執起放反上去，仲用手拍咗2下。亞儀見到，覺得有啲怪，但又話服自己，有錢佬啲怪癖多，唔使理，於是整咗整頭髮，踩住高踭鞋，風騷咁入咗餐廳。晚飯氣氛一流，佐治好健談，講咗好多自己同屋企生意嘅事。亞儀半信半疑，但見佢出手闊綽，埋單嗰陣連眼都唔眨就在台上放下幾千蚊拖佢走，佢心裏暗喜，呢個真係有料到。餐廳門外，佐治提議話不如開車去兜風，亞儀當然即刻點頭。兩人坐上法拉利，亞儀好似見個侍應追出來，但好似又冇留低嘢，所以冇理。引擎聲一響，亞儀覺得成個人都嗨咗。車廂入面有陣淡淡嘅香味，似係香水，又似係啲怪怪嘅味，但亞儀專心同佐治吹水，唔多理會。跑車喺海旁公路飛馳，佐治一邊揸車一邊同亞儀講笑，話要帶佢去一個靚景嘅海灘曬月光。亞儀心花怒放，幻想住自己同呢個富二代發展下去，話唔定幾年後就係半山闊太。車行到半路，突然有架交通警鐵馬喺後面閃燈，似係想追上嚟。亞儀有啲緊張，話：哎呀，唔係超速咗咩？佐治笑咗笑，話：唔使驚，我有分寸。佢一腳油門，法拉利嗖一聲加速，甩咗警車幾條街。怪嘅係，警車追咗一陣就停咗，警笛聲漸漸遠咗。亞儀覺得有啲唔對路，但見佐治咁有自信，又覺得可能係佢有背景，連警察都唔敢惹。終於到咗海灘，月光灑喺沙上，佐治攞咗張毛氈鋪低，兩人坐低飲咗啲紅酒。亞儀望住佐治個側面，心跳加速，覺得今晚氣氛真係太浪漫。佐治伸手攬住佢，低聲話：你今晚好靚。亞儀俾佢撩到心癢癢，半推半就咁靠過去。海風輕輕吹過，月光下兩人越靠越近。佐治嘅手開始唔安分，慢慢滑落亞儀嘅腰，佢嘅指尖冰冷但有力。亞儀覺得有啲怪，但醉人嘅氣氛同紅酒令佢放鬆咗戒心。佐治低頭吻咗落去，純冷得似塊冰，但吻技一流。亞儀俾佢吻到頭暈腦脹，雙手不自覺攬住佢條頸。佢嘅手伸入亞儀裙底，輕輕撫摸佢大髀內側。亞儀心跳到飛出嚟，喘住氣話：你好衰啊！佐治低笑咗一聲，聲音有啲沙啞。佢將亞儀推低喺毛氈上，解開咗佢條裙嘅扣。月光下，佐治嘅身形顯得修長而有力。佢除咗外套，露出一身結實嘅肌肉。亞儀望住佢，眼裏滿是欲火。佢伸手解開佐治嘅衫紐，指尖掃過佢胸口，感覺到一陣異常嘅冰涼。但佢已經俾情欲沖昏咗頭。佐治壓低咗身，兩人喺沙灘上糾纏起來。佢嘅動作又急又狠，亞儀呻吟聲同海浪聲混雜喺一齊，成個畫面似夢似幻。完事後，亞儀攤喺毛氈上喘氣，佐治坐起身，話要去廁所一陣，叫佢等佢返嚟。佐治走咗冇耐，一架交通警車突然駛到海灘附近，兩個警員落車。其中一個拎住電筒走過嚟，
亞兒仲喺度整理亂晒嘅衫裙，有啲尷尬咁坐起身。警員用電筒照住佢，語氣怪怪咁問：小姐，你一個人喺度做咩？亞兒呆咗一呆，話：我同我男朋友嚟㗎，佢啱啱去咗廁所。警員皺晒眉，電筒光照咗一圈四周，然後沉聲話：小姐，你可能唔知，今晚我哋追咗一架法拉利嚟到附近，但追唔到，因為嗰架車根本唔係真車。亞兒聽到呢句，成個人都僵咗，話：你講咩啊？佢啱啱同我一齊，點會唔係真車？警員搖咗搖頭，拎出一部平板俾佢睇，上面係一張相，一架紅色法拉利燒咗嘅殘骸，車牌寫住 GJ888。警員話：呢架車3年前喺海傍公路炒咗燒着，車主係一個叫佐治嘅富二代，死咗喺車禍入面。每年佢死忌嗰晚，都有人話見到呢架車喺路面上出現，但一追就唔見咗。今日我哋追到呢度，見到你一個人喺度。亞兒聽到呢度，頭皮一陣發麻，腦海閃過咗自關車門時甩咗嘅車牌，佢冰冷嘅手同唇，甚至車廂入面嗰陣怪怪嘅香味，其實係漿糊紙作味。佢驚到彈起身，四處望，但佐治已經唔見咗影。亞兒回想剛才同佐治喺沙灘上嘅一幕，為一陣翻騰，差啲嘔咗出嚟。佢抖晒咁問：你話我同隻鬼約會？警員點咗點頭，話：你走運，佢冇攞你命，可能只係想玩一晚。亞兒望住月光下嘅海灘，毛氈上仲有啲凌亂嘅痕跡，但佐治嘅身影同架法拉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佢抖晒咁拎起手袋，喺警員陪同下離開。腦海入面只有一個念頭：手機千萬不要再響啊！